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常常听人讲，家己栽一丛，较赢看别人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靠家己较赢靠别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栽。咱做伙来看到这个栽，只爱栽。这个栽都有种个意思，像咱讲栽花，意思就是种花。另外，树木的幼影嘛是栽，像咱讲三马栽，就是三马树的幼影。也有细只鱼仔囝，咱嘛讲栽，像咱讲鱼栽，都有沙目鱼栽、麻鱼栽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囡仔栽，代表讲是还阁长咧大、长大人的囡仔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一日耍栽，三日徛园。耍栽意思代表讲是甲树栽耍花骹继续种，若徛园的意思就是冷气死去。字面的意思是讲种花，若种无一天随换花骹耍栽，安尼3天内可能就会冷气会死去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做代志要有定性，唔通以后坐无少，头路食无久就随便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一日耍栽，三日徛园，做任何代志拢爱有定性，唔通亲像囡仔栽共款，想到啥就要做啥，安尼就较无法度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